送出去。即马这 YouTube 哦，真嗨，就是你较听就是这几条，你较看就是这几支影片。我就怀念较早，较早呢，我嘛袂记啊，可能10外当前的 YouTube 吼，迄当中你通看足侪、足无共的影片。好，来，咱刷接来看昨昏读无煞吼，读无了的。1637年3月初4，因为即天即只船对看嘛 ，Rarop 好啦吼，就是应该是对日本来要去江南吼，啊，又炸一张批是。一个生理人，希腊生理人叫做韩曼写互 Vandenberg， 就是台湾长官吼，诶批内底批，顶回咱内容读一半较过去啊吼。我记个内底讲一寡，再一寡有诶无诶物件啊，意思讲，我记个意思讲，你人载物件去你手爱用较好诶继续共买安尼吼。好，咱继续看咧吼。今年对希腊前往各地诶情况如下对所写吼。前往巴达米亚8只用客船，前往北大尼1只用客船，前往暹罗1只用客船，前往坎波迪亚2只。用客船前往江南8只用客船，前往马尼拉20只用客船，合计40只吼。今年要运送去马尼拉的航母无像旧年遐尼多，因为伫迄边的离船较少，而且生理人的能力有限吼，无法度备好前往该地，嘛是原因之一。另外要搁甲阁下讲的，就是因为。大官叙述了一寡对公司的情况不利的代志，就是甲大官讲一寡对公司情况不利的代志吼。伫台湾有一寡海贼含强盗，因此上述的大官就奉任命做官吏。命令以官员的身份前来台湾遮视察这一切，并且转去提出报告。等下吼，下底一个注卡，好吧？注卡是敢若注一个字尔吼，这一切的这个字，并且转去提出报告，请阁下伫个任命。来到台湾的时阵，爱按照伊的身份来接待伊，好好啊，甲款待吼，互伊会当做一切伊所要做的代志。因为这对公司之间会有好的结果，会当搁较确保无益的进展。我含杰森拢打算要派2只用客船去吕宋的北边吼，一个希腊人称迄个所在叫做大干。即个所在我看注卡写啥？大港又搁做大港，就是大港啦，大港吼，大港是吕宋岛北岸一个海港吼，叫做大港。就是要派我有打算要派2只用客船去吕宋的北边，叫做大港的即个所在去收购大量的鹿皮。伫遐会当收到真侪落皮。今年要以便伫今年的5、6月进前会当交公司，因此请阁下送2张通行证互这2只用客船吼。希望阁下会当送2张通行证来互我吼，互这2只用客船来用。
以便伫拄着公司的船的时阵呢，得免被接外。意思是讲，我的船若有通行证，就较袂互恁的荷兰人的船抢的款吼，可能是安尼。阁下还提到着黄金，就是阁下你阁有提起个黄金啦吼。生理人还阁有留一寡，有藏一寡相当的数量，要运去互阁下。若是阁下合理来收购，互生理人满意，确实还阁会源运送过去吼，就是阁会继续送过去，并且爱年来保证讲公司交易袂欠现款吼。伫烧酒的容积存里有我私人送去的号码，30担的黄丝，1000匹的红色甲白色的一里面吼，500匹的西菱，4000匹的我昨袂记个安怎读啊？荷兰色啦吼，hat啦吼，歹势读做hat，HAT 啦吼。变调吼，褐蓝色吼，空眼布含差不多是1万匹的麻丝，请阁下以平常的价数来收买。你若会晓写这个台语的白话字，还是罗马拼音吼，其实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有时你会透过记即个字来记伊的音啦吼，像拄则我袂记伊迄个音是啥，但是我会记是 HAT 吼。如果阁下对破书所需求的迄寡粗肥认为是适合，就另外写批放过有关的介绍和交易的情形。伫时若因为大官的恳求，国王已经同意，伊的船只会当前往所有的外国地区。这只国王毋知倒位国王吼。对此，阮寄予真大希望，但是因为该大官无调列迄寡地区的名称，引起海边迄寡小官的议论。是毋是迄寡生理人也会当运河去前往台湾？无可怀疑，就是安尼也会将嘛是会成功吼。只要先以较悬的价数来支付迄寡号码，就会成功。因为和台湾交易是一个新的贸易。因为现在是阮的新年节庆吼，节庆新年各做啦吼。所以现在袂当为阁下做啥物代志，这是旧历年啦吼，旧历新年嘛，伊3个月时阵，一般是袂到遮晚啦吼。但是这张批是进前较早就写的，伊敢有写当时？伊无写是当时写的批啦吼。我相信是二个的时阵写的，所以旧历年。因为即嘛是阮的新年的即个各做吼。所以呢，现在袂当为阁下来做啥物代志，只敢会当送阁下2担栗子，一担来啊含2匹螺丝，表示对阁下的问候啦吼，对阁下的请安，并且祝公司欢迎从容。韩漫哦，署名。OK， 以上由公司的翻译员吼，叫做加科美来翻译。1637年3月5日，在场的人是 Paul Trudeniel Cornelis Feder。好，这张批读煞。咱继续看3月初5。
会写个落落长，但是感觉无啥物重要内容吼。3月初5，有一只用客船提阮的通行证出航，要去是要去下淡水收买生好的乌鱼甲猪仔，猪仔应该无生啦，应该是乌鱼。然后要运货运转来到台湾食啦吼。3月初6，有一只用客船对厦门来到台湾，运来800捆的粗肥，66个大的精美的肥管啊，6、7包麻糬含一寡盐，即拢真紧就读过了吼。3月初7，今仔日无用检查订阅收购运来的新仔4号含其他的货物吼。今仔日有下日的用客船对新仔沿海来到出队吼，整个迄个日兰遐写日志，敢若一本笑谱啊！咱定来看你记笑安尼吼。一只对福州来到台湾，载有400捆含500拿各种的精美的飞器，13只对厦门来到台湾，运来1000匹的西菱，1300捆的粗肥，100匹的天鹅绒。10到12拿西节品，600担的沙糖甲500担的面环，2只对烈士来到台湾，载有1批虾；一只对东山来到台湾，载有1批虾。今仔日迄个被新丰做官吏的任命，也已经坐用客船对厦门来到台湾。行李人含万伫本个月4日用潮州的用客船送来迄张批已经有提起吼，即嘛又搁再一遍写批来交互上述的任命带来，恳切来建议阮伫咧任命到台湾的时阵，以及伫停留的期间，拢要按照伊的身份好好来甲交代。肯定来讲，安尼就是上述任命转去西那大官报告了后，就会改善促进西那人和台湾的贸易。因此，阮派代表去船顶欢迎伊，规矩矩来甲挨杀子啊，来甲问安请安吼，并且伫咧伊登陆起山了后，请伊行过伫咧长官邸，我记是官邸，等下再要记啊。请伊行过咱长官诶官邸头前诶一个列队诶一队士兵，就是互伊阅兵啦吼。由长官阁下伫伊诶，真艰苦，我查者吼。监理店，一个你查几十遍嘛是搁你查吼。官邸啦吼，由长官阁下伫伊的官邸亲切来欢迎伊，煞接鸣枪三响吼，鸣枪三响吼。并用大炮鸣炮4响，以表示敬意。经过短时间的三聚会啦，含一寡无关紧要的交谈之后，伊愈多困倦吼，就是真忝啊吼。请长官阁下另外约适当的时间，再搁详细来谈吼，详细来讲，就识别。乃由上述的代表指示西那人的市镇，就是台湾市镇呢，内底一座房屋，作为伊的住宿之处，互伊住啦吼。伫个日兰遮城外面无介远的所在，有一个市镇吼，
当然就是即马可能对即马安平遮啦吼，我咧摇啦吼，我袂摇吼，应该是嘛，就迄到位啊吼。所以讲，人家城是伫咧外滨沙洲的所在，即马咧拢是变做安平的一部分了吼。就是较早迄个刀锋内海，即嘛是安平嘛吼。经过检查，看到该官员用伊的用克船对西那运来系列的商品，就是200錠黄金、236担白色青丝、50到60担黄丝、600到800匹的金丝300拿各种丝质布料，有红色甲白色的吉利面、镜铃甲其他的布料，估计全部价值是10万里尔。生理人含万对西那寄来，互张官阁下的书信吼，一批啦吼，翻译起来内容如下：我抵达西那以后，特别引荐当地的大官去听取对公司的交易状况，感觉情况良好。阁下明白啦吼，去年有一只西那人的用客船自占比运护照的规度被荷兰人所夺取，荷兰人抢去，因此引起此地的大官以及民众极大的愤慨。为了要避免将来佫发生此类事情，请阁下爱严厉命令来往的荷兰船只，不得再有此类行为，以免将来对公司的贸易招致灾难。而且关于国王要颁发航王迄边的用客船的通行证之书，迄今尚未决定，都必须秘密进行通商，因此也必须请阁下巴达维亚当局恳请，不仅爱所有出入该地的荷兰船只下达上述的命令，也爱甲迄寡上述用客船顶头被捕送往巴达维亚的西那人拢释放回来，并西那人乐意继续和公司贸易，尤其是大官对公司的进行贸易尚未确信，就是对荷兰人要做生意的迄个信心无信心啦吼，无确信，因此这项代志有可能提早产生阻碍，就是你共抢嘛吼，所以对你较无信心吼。携带这封批信的是官员任命，就是早这张批信来是官员任命啦吼，就是这个来台湾的这个西那官员吼，伊伫伊的准理所在荷姆，因为荷姆现在伫咧西那真贵，所以只敢若载有200担的白色青丝、50到60担黄丝，共款的红色甲白色的吉利面，50到60箱的镜铃。此地的大官当日设法准备对台湾通商之路。这些拢阁是你写，拢阁是迄个韩文所写的批信的内容吼。伊讲，伫咧此地应该是厦门遐，大官当日设法准备对台湾通商之路，为此目的，方上述的任命做官吏吼，派伊前往台湾去确实调查贸易情形，因此请阁下爱按照上述任命的身份接待伊，好好款待妥善安排，如此将使贸易更加稳定，而且上述的款待法将使大官欢喜，就若像因被亲自如此款待。并且阁下伫咧收购商人运气的货物了后，互因尽量较紧出航，必令上述任命得于早日大官提出更较详细。
足令大官欢喜的报告。也有需要请阁下伫咧群里寄来一张批，用请求的语气书写，内容是愿意委托我做公司交涉台湾的务役，使能如其他地区安尼来进行，代志将因此搁较成熟。签名。含冤就是含冤的另外一个写法。以上由公司的翻译员加可美翻译，在场做委员的有保罗特劳纽斯甲 Collis Feder 三个催稿。昨昏抵达处地官员任命来见。长官阁下提议讲，因为先仔大官听讲，伫咧台湾有海贼甲强盗伫敌对你敌对政治的交易，你和交易政治的交易做对敌啦，为着要彻底调查此事，乃封伊做官员，派以此身份来处地亲自调查。伫咧转去的时，提出确实的报告。对此，阮的长官甲代志讲甲该官员也改变态度，讲公司是被恶意的报告所中伤了。该官员也提起迄只对占比满载护照转来的龙客船，讲根据一般先仔人的传言，迄只龙客船旧年是被我方的人所攻击，从中提走护照人员被带去巴达维亚。对此，阮的长官回答伊讲：“阮的了解是，阮有一只船，渡牛界用客船，就是伫咧半路拄着迄只用客船吼。伫阮的总督和东印度议会命令之外，擅自上了该容客船。这个擅自。”查一下这个音啊，善是读做先，主专、专权、霸将，拢叫做先吼，先。先自爬去迄只用客船啊吼，要和上述的用客船优先交易护照，就是本来咱是要。好好和你做生意吼，并且要伫咧巴达维亚付款吼。经过一寡细节的交涉，达成同意，因此有达成同意，因此有一阵15个人的荷兰人，就刷去坐迄只用客船。三队就是迄只用客船的船长甲其他较加层的人吼，加啦吼的人员来刷来做迄只荷兰船，目的是要得以确实交易迄寡护照。啊，恁各位恁安尼看，这啥物意思？就是甲你，就是甲你抢嘛。这个有啥？就是甲你人压走，压转来阮的船顶啊，阮占你的船嘛。啊，这毋是抢这啥？所以讲了真好听吼，就伫咧迄个期间，掀起强大的暴风，互迄只荷兰船和迄只用客船互相飘散。迄只用客船载着迄15个荷兰人航转去希腊哦，而迄只荷兰船是载迄个船长和其他的希腊人前往巴达维亚。这是意外的事件吼，双方拢应该爱归向对方的人，来维持政治的交易和友谊。对此，我方确实愿意和希腊继续维持。上述官员回答讲，对上述关系荷兰人的事，伊不知情吼，不过伊将会对此做进一步调查。就安尼，这个议题也被封杀了吼。遮好变咯，吼！讲要和你做生意，啊，结果纳钱
转去巴达米亚才要落雨你，啊物件要先共收，啊这毋是唱这个呐，所以搁较可恶诶代志，拢会当用话语讲甲足好听吼。上述官员乃接着谈论其他话题，其中讲到关系希腊政府对伊诶世仇哦，我已经袂记安怎读，我会记得咱捌早过哦。我只好搁查一遍。第一个是读做塔，变调塔；第二个读做碳，哦，所以是塔碳哦。其中讲到关系，希腊政府对伊的世仇塔碳的艰苦战争，还阁咧继续吼。希腊皇帝属下的所有商业城市，除了迄寡只有驻军无交易的边疆地区，的关注金额拢大大提悬。来，这段我读者吼，就是因着即个两个官员就开始开讲，讲起伫个希腊遐和北边的敌人吼，塔坦的艰苦战争还阁咧继续吼。希腊皇帝会关注金额大大提悬，关注啥物？关注迄寡商业城市啦吼，又割予主攻商业城市是除了迄寡只敢若有驻军无交易的边疆地区吼，会关注金额，就是有驻军的无交易的边疆地区，就无补助啦吼。迄寡无驻军的才有补助吼，因此伊早被分配关注27000两银的，即嘛必须要关注49000两银。住伫个马卡奥的葡萄牙人也相款吼，以前被要求每一年缴纳4万两银作为会当踮个广东贸易的即个酬金吼。现在即个是读做酬嘛吼，我查一下吼，报酬即个酬，酬谢酬啦吼，酬吼读做酬，所以即个含完酬的酬佮共音吼，所以你若读报酬就两个意思吼。用手烧三请吼，就是酬，报答的意思就是酬吼。所以以前被要求就是葡萄牙人嘛吼，较早是要求讲爱纳4万两银吼，即嘛，纳这钱是因为伊会当踮咧广东做贸易的酬金啦吼。现在如果想要继续踮遐交易，就爱。本来是较早4万，即嘛爱纳10万两。若无，因就要取消迄个贸易，离开澳门吼、马卡奥吼。伊讲即寡话显然是要甲阮讲，因为上述艰难的战争吼，你甲你暗示啦吼，我含你讲阮因为北方的战争吼，所以酬金即嘛拢起价吼。所以，因为上述艰难的战争，希腊的社会拢必须要支持希腊政府，所以阮也应该以小可比平常较悬的价数来收购运来取代的希腊货物，用来疏解一点仔因的负担。即个疏解吼，我学袂念的，我看觅是毋是读做疏。疏解吼，读做疏着吼，疏就是慢延缓吼，延缓，读做延缓灾祸吼，
头开哦，拄做疏解就是头开嘛吼。天开甲舒相像吼，即个舒和舒服，迄个舒是相像的意思，相共字就对啦。用来疏解一点因的负担吼。此外，今仔日阮嘛无用你检查订阅和收购运来的新仔商品。3月10号。哦，那袂少吼。今仔日有下列下列的用客船对西南沿海陆续抵达台湾，就是8只对厦门前来，总共运来600拿，又搁200捆精美的飞仔。开始我手机啊袂记咧放边啊。2000担的砂糖，50担的麻糬。我手机啊有时啊会规个暗去吼，但是若无听人讲。50担的麻糬，即是讲8只对厦门来吼，9只是对烈士来，每一只拢有一寡盐米管仔、话仔含话啦吼，话就是鼎啦吼，含少量的木料。今仔日下晡平底船10号的正大港吼，就是舵手吼，叫做 Rachus Dixon， 对偏湖坐一只新仔人的用客船来到台湾，伊是被上设商务员 Cornelis Van Zelen 和船长 Jacob Franz Brandt 派来通知，互人伤心的消息。关系即个消息，伫咧前几工，阮就已经有听讲了吼，就是对日本来迄只平底船，应该是迄只10号吼，伫咧今年2月26日，对西南沿海横渡前往偏湖和福尔摩沙的时阵，伫咧偏湖北边的危险群岛里，危险群岛我看一下字卡，就是偏湖关的个书，偏湖关有即个书，我若毋捌听过。查者吼，看一下地图，危险群岛。我电脑就慢了哦。真正有即粒岛叫做个书呢，过屿吼，个书，我捌听过呢。伫咧吉贝屿的北边吼，吉贝屿在地人安怎读哦？我嘛毋知。OK。所以偏湖的上北边的一粒岛啦吼，上北边即只几啊岛吼，伊讲即只有群岛嘛吼，什物木头树、灯塔即只吼，所以几粒岛，个树是其中一粒较大粒的岛，木头树，我看嘛，还有啥物岛？香公来，即个音，毋知汉字安怎写吼。无写我嘛毋知，这是是哪汉语拼音吼？汉字我无汉字，所以我毋知这是一寡岛是啥物岛吼。好，我伫即只就是危险群岛吼，注卡3是安尼写吼，个书遮，我搁转来第2只继续读吼。讲迄只船，平底船10号伫咧偏湖北边的危险群岛里，弄着迄粒叫做长岛吼 ，Lunch Island 长岛边仔的一个水泥的暗礁里破裂去吼，不过人员和商品拢抢救起来，
俄罗上帝，迄寡商品价值是182000美元，相当可观的资金，其中5000是希拉多领主的资金，辩护啦吼，辩护领主的资金。伫咧船下面放伫咧龙骨顶头的大炮含其他的货物，就是迄寡木料、铜甲盐吼。伫咧水危机的时阵，大部分还阁会当搬出来，请求派船去协助。上述 Van Sanen 和 Brunt 都拄则讲迄个 Van Sanen 是啥？是 Van Sanen 是迄个上级商务员吼 ，Brunt 是迄个船长。苏安号的船长，伫因本个月来8号来会来配年嘛是安尼请求派船去协助吼。所以顶岸阁下函议会随着决议讲，要马上派遣现在拄啊好伫咧港岛里的一只大游客船和4只小只游客船出航，尽量较紧，确实去抢救所有可能会当抢救的物件。上少，我啉下水。上少商务员特朗纽斯要开动商务员 Coronet Salomons 和12个士兵同齐前往偏湖。上述大纲确实讲，证实讲，对新仔沿海行道的时阵被战牢杀离航道吼，伫咧大网吼大即个网雾内底，伫咧要暗啊完全意外来驶入去，拄则讲迄个危险群岛哩吼。危险可能是 adjective 啦，形容词啦吼，毋是迄个名，毋是地名，叫做危险群岛吼。所以地高无法度来行离换壁吼。虽然如此。半暝来到24度3分的悬度，超前和正确的站路来到看会到陆地的所在，但是也是偏离航道路。主要原因是上述的迄个大网吼，因忽然间陷入去真侪岩礁的激动相应的坡道中，大家拢伫咧极度危险中，震惊不已吼，震惊不已吼，大家惊到要死吼，所以赶紧踢开满棚，要互伊留伫咧内面，希望用即个方法会当保持调咧。但是无偌久，就伫咧一个低水位的所在，是2线吼，2线深的所在，2线就差2人悬就对了吼。中调的时阵，就是海水淹起来时阵的3线半吼，3线半，漩涡前滩伫遐靠浅吼，被风吹浪拍吼，被风扫啦吼，用力拍吼。船顶的人员和所有物件拢要丧失咯，只干因为上帝眷顾，才会当保存落来。共个月27号，游园继续透强风，船嘛继续伫咧浅水里被风来吹散吼。为着要互船会当小可浮较起来吼，所以被迫将大桅杆和前桅杆来扑断，弹出船外，算互较轻的嘛吼，会当较浮起来。因为认为伫咧遮尔硬的土地上，迄寡桅杆会甲船拖歹去，拖出破空，甚至互船沉去吼。伫咧迄寡桅杆扑断了后，风势愈来愈强。就是你甲桅杆扑断，伊无旁，但是旁摕落来就好啊吼。好，我毋知啦吼，反正因就是安尼看，认为讲即个桅杆会互即只船吼，踮咧迄个石头顶头磨来磨去，船会拍歹吼。总是因惊吓嘛愈来愈大吼，就是风愈来愈透，因惊吓愈来愈大，因就是
因也是鼓起勇气，大家同齐做即只细只船，冲过雄鹰的大影，航往陆地吼，甲迄只船交互上帝去安排，无早任何的现款，也无早任何的物件，只敢若会当脱身保命。不离个赏赐的上帝管教一切，互风影并逐渐平息吼，逐渐平息我袂个知吼，我直接我袂读的吼，逐渐平息的。过当日因会当得到平安，去将船顶的现款和一寡粮食搬去陆上吼。3月初一，风影悠然平息，看到该船犹未破裂，犹会当航行，乃用尽各种可能的办法，甲船驶离迄个危险的群岛，驶往海上，还阁努力当中。下晡又阁再度透强风，强到船尾的大机叉啦吼，断离去。船的前方比以早搁较海，所以船去飘起，去弄着岩礁，因此呢，大家拢搁再一次放弃该船。有先甲这两工拢无发生作用的迄两个钉和迄寡锁啊，拢收起来。迄只船就算越过即个岩礁的危险地区，经过一段长距离飘往内面去，在倒位内面吼。迄当阵该船破裂，迄只船破裂完全损害去，水入到船挂顶面，船也已经搁浅吼。因此，如上所述，迄寡货物也大部分会当抢救。讲即个10万号的海难啦吼，好，咱继续讨论3月11。对西南沿海有系列的用客船舰来台湾，就是一只对厦门来运来3000捆的粗肥，200拿含17捆精美的飞器。7只对烈士来，装有一批盐、甲米、甲材料。3月12，有7只用客船提航通行证，结伴出航前往下淡水要去掠鱼，掠鱼了后要甲鱼载来台湾遮。今仔日有7只用客船出航前往厦门所在，拢是无价值的。3月13。接到消息讲，满岛人有一阵20个人照因的方法，入武装要前往华武人的砖头吼，夺袭吼，迄个要偷袭啊，迄个砖头的居民，取得3粒因的人头，凯旋转来吼。今仔日运2只用客船前往打狗掠鱼，因会带鱼转来往公司来纳税。也有1只用客船出航前往芒港，要载一寡粮食去互阮伫遐的驻军。3月14，无船入来，也无船出航，继续检查订约，收购陆续运来互阮的西南上好物。3月15，西南船主沙量的用客船对平湖转来，迄只船是伫本个月10日，该同其他4只较细的用客船前往平湖，要去遐帮忙运输迄只损害去的平底船10万号所抢救出来货物。运费180箱丁银、283箱精铜，甲69大捆的粗铜，并且载有33个荷兰人，有士兵嘛有随手用来看州上述当做运转来的现款和铜。
剩的货物除了340担到350担盐一批木料，含约110到120箱的精糖，大部分拢抢救出来了。要抢救即寡货物也是有可能的吼，但是要有好的畅水夫、潜水夫啦吼。为此，迄寡伫咧处地的叫 Sheraton 人吼，特别会当派上用场，要得悉吼，就是也知影得悉啊吼。公司的货物毋若用上述的便条船运输的时阵，遭有极大的危险。有一只装了62箱的钱和50多箱重的用客船行入迄只便条船了后，伊必须经过希利格岩礁水区中，嘛去弄着一个岩礁。若毋是迄个岩礁的尖端穿透该用客船的船底，互迄只船就安尼调诶吼，调伫遐。所以迄只用客船，若毋是安尼，迄只船绝对会沉落吼。上述现款和重因此会当对用客船来搬出来，保存落来。而且后来对船顶搬运迄寡现款等等的代志，我方的人因为几个阴险的情节，感觉上述沙量和伊迄50个随从吼，有不轨的企图吼，就是心内里想要做歹代啦吼。即情形继续发生，更加确实，因此我方的人着全体警戒，更加小心，也有感伫上述沙量是一贯的共党，捌担任伊的部长，含伊同齐出海抢劫，因此此外，上述用客船还阁秘密收藏比即只状况还阁较侪的矛、大刀和配件。虽然该船对西南沿海抵达台湾的时阵，已经按照习惯来检查，互该用客船取下大量的武器，放入去阮的仓库里，未捌发现还有其他的武器。总是亲爱的上帝，也安排了真好，阻止了所有的灾难和不义的企图。因为阮相信，只有1箱的钱和8箱到10箱的铜条被西南人偷走吼，就是本来讲要来斗搬货吼，结果家己搬等于家己厝吼。虽然我方的人捌好好啊监视看守嘛是发生吼，阮经过找找啦吼，巡逻吼，伫咧迄只用客船真特别的所在来取回一批铜，藏伫一个足特别的所在啦吼，无讲啥物所在。上述用客船也早来议长库库巴克写予长官万德伯阁下，以及写予总督阁下和东印度议会批信。送货单拢续期是今年的2月16日。首先对上述的送货单来知影讲，等我看一下时间，10:20。哇，这当读了没吼？好，首先对上述的送货单知影讲，上述的10万盒对日本载来，伊载啥物呢？载17700两的日本丁元，6万各200斤的铜条，5084斤的铜镉，1311袋的棒仔、茶棒，1766个客仔、鸭仔啦吼，含一寡其他的木料，即寡全部包括费用开支，总价值是534000豪盾，其中有5000两银是希腊度的领主的钱。另外，个得悉，主要是对议长库库巴克交予10万盒载来迄张批示内底，知影讲将来以真悬的价值，还阁会当买到一寡日本的铜钱。
但是数量袂介大，袂介侪吼，因此计效真悬，所以将会遭受损失，无利可图。因此以后袂当搁再用即种日本铜钱去江南交易。也知影讲，糖运去，也知影讲糖运去了几若倍，特别是今年吼，新仔人载真侪糖去Nagasaki，若造成真低价效，嘛互白糖降到均30倍到36到38钱。褐色的糖。褐色的糖比较也照出比例来降价，而且也互日本糖做到伫2年来拢袂阁有好的市场，因此要停止再糖去，只需要冰糖而已。又搁京都的批发商因为还阁堆积真侪布料，乃将一粒面以均26到27钱的价效出卖。红色的七里面是35到36钱的价效出卖，西零等等嘛是照出比例的价效来出卖，因此将来会造成公司的价效降低。属伫希拉多零子的迄5000两银，伊建议伫咧回航的时阵，会当运白色的西零天鹅了用红色甲白色的七里面转去。但是迄部分爱含公司的货运分开，以免错误。为着要踮遐建造新的仓库，请求对这边运去5万的锌仔含赤坎的砖啊，以及600到800的砖啊吼，即个正方块砖啊吼。不要安尼讲。公司的朋友吼，叫做3J蒙多呢，伫咧江户经送互上级商务员Colinis Van Zenen 的迄只马，因为迄只变对船10万号无所在装运，所以留伫遐听候后一遍的机会才来装运，算一只马啦吼。用比对船10万号所在来台湾的今年和旧年的货物，总资金是2659000毫吨。该船现在已经损害去，但是货物平安运来，我都上帝。被安排要去觐见日本皇帝陛下，听政咧葡萄牙的司令官叫做当公扫帚，因为身体不适，身体无好啦吼，该派一个会对身份相关的人来代替伊前往江户，要去达成上述的目的。目的是啥？要去见皇帝嘛吼。但是伊却伫咧葡萄牙人的房屋里，像笼仔内底鸟安尼被真严厉来监视着吼，一直到现在，就像伊坐迄只葡萄牙大篷船初出到Nagasaki的时阵安尼，拢不准任何市民、生意人或者是其他人去和因交谈。因的速节团伫咧工程真快，真紧被雕建。一方面，因为已经将要过年。另外一方面，为着无爱互因有自由，所以要爱因赶紧转去Nagasaki甲关起来。安尼，因就必须要继续承受日本人对因无法忍受的愤怒。毋知你写啥？一方面可能是我爱困，读到毋知你读啥。好，剩5分钟，我看卖啊。好啦，大家吃啦吼，我看一下笔记吼。官邸，神珠，就咱复习一下读咱学到的几个字的即个台语的读音吼，
吼啊变调读汉啦吼，因为即种刻伫头前较侪种会读汉，本调是汉吼。啊，即个官邸，官邸邸的本调就是邸吼。善珠吼，善字善珠，塔坦吼，本来是塔是假音，但是放伫头前啊变调，变成塔坦。修虾吼，舒舒的舒缓疏解迄个舒吼，好，过来是个书吼，拄则看即个个书。爸比的笔记是写讲是伫个齐白羽和目豆树中间吼，那敢若牛仔形吼，牛仔的蝉吼，天蚕变的蚕吼。春黄南北，南半段是沙滩，北半段是岩礁。上观点伫个北段北边的即个岩礁顶。个书名副其实是齐白羽和甲目豆树笔树仔经过的树吼，伫个大海水特流的时阵呢，附近的钓竿带，加上两边的南北两边的海沟水穴，三个岛屿差不多是连做一体，会当行到目豆树吼。伫海水退的时阵，这三个岛其实变成会当直接用行就当过吼。啊，若淹起来的时阵呢？海水淹起来时呢，敢若露出方圆10公尺、悬3公尺的小岛面积吼。克数海水淹起来时阵，就一粒仔镜尔吼，10公尺、3公尺安尼吼，悬3公尺啦吼。啊，迄个方圆10公尺，方圆10公尺，你着用想的，着差不多是。毋知有5平无？可能无到5平吼。特调的时阵呢，就会露出广大的海蚀平台吼，会当你就会当算撩过去啦吼，撩迄水就会当对即个岛去另外一个岛吼。好，所以大家知影一个即偏湖北边即个三个岛吼。好，到遮吼10:28，咱读到遮吼，就是。多谢阿乖。嘿，3月15啦哈，咱后礼拜再搁继续读，因为即嘛吼，我见讲最近即开始拢定定即日子，逐工拢记啊落长吼，读甲诚辛苦。读甲我咧喙焦。好啦，咱后礼拜再搁继续吼。礼拜四有闲再来开讲，好，再会，归房。多谢大家，拜拜。